主后2024年9月15日，三日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上卷第6章49-53节。阿伦甲伊的后代伫祭坛献烧化祭，伫香坛烧香，做至圣所所有的工作，照上帝的僕人摩西的吩咐，替以色列人赎罪。阿伦的子孙记伫下面，伊的囝是伊利亚撒，伊利亚撒的囝是菲哈，菲哈的囝是阿比斯，阿比斯的囝是布基，布基的囝是乌西，乌西的囝是西拉希雅，西拉希雅的囝是米拉约，米拉约的囝是阿玛利亚，阿玛利亚的囝是阿希督，阿希督的囝是撒督，撒督的囝是阿希玛斯。兄弟大家平安。实际上，当咱咧看圣经记载的家谱也是族谱，并毋是真正完整的资料，大部分拢是经过精心编排，甲重点式的人物提一个，所以若是要找较完整的家谱也是族谱，大概是由各自家族甲支族个别整理甲保存才有。圣经的家谱甲族谱只是讲以色列人因的根源是对倒位来，因甲其他的族，也是甲各支族彼此之间互相的亲戚关系，也记载主要的人物甲家庭、支族历史变迁的故事，以及因甲上帝立约是毋是有遵守上帝律法诫命，去做有得到上帝应允祝福，也是背逆上帝受上帝警告甲刑罚。当南北以色列国、犹大国灭亡以后，伫因流亡的中间，上帝也并无放杀因离开因，也带领因回归故乡，重建圣城、圣殿以及家园。历代志就是为了这个回归，也是准备回归的流亡后以色列子民，讲述因简单对建国到亡国的历史，以及借用家谱甲族谱的整理，互因找到身份的定位，以及继续发展生活的动力。顶回讲12支派中间的犹大甲西面的族谱，伫即礼拜换读历代志录上卷第5章到第6章，这是咧介绍住伫约旦河东岸的流便、迦得甲马西半支派的族谱，以及利未人的族谱。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第5章1节到10节，咧讲流便的后代。古早以色列人因出埃及以后，约书亚带领因征服迦南地。伫当路时，流便人甲迦得人因看约旦河东岸适合放牧饲精生，所以因就要求要留点约旦河东岸。也因为马西是大支族人口济，所以也拆做两个半仔支族。就安尼，约旦河东岸分配互流便、迦得甲马西半支族做因的祖基地。
即两个半支族也因为生活区域是相邻近，就形成独自的生活圈，也变成做是命运密切相连的所在。第先介绍是路边支族。路边原本是雅各的大囝，原生理所当然会当得到大囝的名分甲权利。总是路边因为做无应该做的歹代，所以互雅各剥夺大囝的身份权利，转归互约瑟来继承。即款大囝的身份甲权利本体是固定的，毋过雅各伊本身抢夺兄哥以扫的大囝身份甲祝福，而且雅各也剥夺长子路边大囝的身份甲权利互约瑟，所以伫以色列中，大囝身份甲权利也有可能是会变动。譬如大卫后来伊是传位互所罗门，所罗门也毋是伊的大囝。路边人若若是牧者，因也是勇猛的战士，因也占东边旷野，直到幼发拉底河的河边。搁伫扫罗的时代，因也占领哈甲人，哈甲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子孙，属伫阿拉伯人，占因的土地来住。第二，小段是第5章11到17节，伫遮介绍迦得的后代。迦得人因的领土主要伫巴珊一带，因分做7个宗族。第三小段是第5章18到22节，讲约旦河东岸支族联军。约旦河东岸的以色列人，除了路边甲迦得的后代，也有玛拿西半支族的后代。因为地缘关系，就组织联合军队，共同对抗敌人，甲哈甲人、伊杜人、拿菲士人、拿达人交战。因也信靠上帝，大败对敌，搁得到济的战利品。第四小段是第5章30到24节，东岸的玛拿西半支族。东岸的玛拿西半支族人口真侪，上特别的是，因也拢是强猛的勇士。第5小段是第5章的25节到26节，咧介绍东岸的支族受掠去到亚述。约旦河东岸2个半支族也因为背叛上帝，搁服侍迦南子民的神明，惹上帝生气，所以上帝用阮亚述王提吉拉比勒色，甲因掠去外族地。迄时因伫北国灭国，是提早10年受掠。约旦河东岸的地区就互亚述人占领去。第6段是第6章1节到15节，这咧讲利未支族的后代，特别是咧讲祭司的家族。第6章用全章在介绍利未支族。利未支族是包括利未人甲祭司。利未人因为担任的是做以色列的神职工作，也是世代传承的职务，所以因受分散到全以色列各支族的中间。因支族
的缺就由约瑟的两个囝来顶替，因为雅各捌讲对约瑟所生即两个囝也是伊的囝。创世纪48章第5节。利未有生3个囝，吉顺、哥哈甲米拉利。后来成做利未人的三大家族，其中对哥哈家族的阿伦的家，受设立做祭司甲大祭司。这段主要是记对阿伦所生子孙中间大祭司的谱系，直到南犹大国灭亡，大祭司约瑟达也受掠去到伫巴比伦。第7小段是第6章29-30节，记载利未支族其他的后代，也就是利未人的家族。这段记载除了阿伦会嫁做大祭司的以外的利未人家谱。伫遮咱较袂当了解的是，伫头前有讲哥哈有4个囝，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士。总是伫第6章22节，佮讲哥哈生阿米那达。这个阿米那达的谱系伫其他的所在并无出现，所以有较好理解。毋过，伊的子孙中间有出现撒母耳，即位也是祭司、士师、先知伟大的人物。第8小段是第6章31节到48节，咧记载担任圣乐团的利未人。当大卫王取得耶路撒冷了后，将约柜安置伫圣城，然后派大祭司撒督伫约柜头前来侍奉上帝。另外，大卫也设立专门唱歌服侍上帝的利未人，组织圣乐团。伊的主要成员是来自哥哈家族的希曼子孙、米拉利家族的以探子孙，甲吉顺家族的阿撒子孙。因拢是优秀的音乐世家，用希曼家做因的领袖。希曼是撒母耳的后代。这段的家谱是采用倒推法，伫头前记家谱拢是某某人生某某人，伫遮是讲啥物人是啥物人的囝，拢煞到伫利未人的族祖就是利未。第9小段是第6章49节到53节，记载大祭司阿伦的后代。上帝拣选利未支族阿伦的家，成做大祭司甲祭司的职务。因的工作任务就是照第6章49节所记，阿伦甲伊的后代伫祭坛献烧化祭，伫香坛烧香，做至圣所所有的工作，照上帝的仆人摩西的吩咐，替以色列人赎罪。然后记述阿伦子孙中做大祭司的，直到撒督甲伊的囝阿希玛斯。第10段是第6章54节到81节，咧讲利未人因所住的所在。利未人因为担任圣职工作，所以因爱服侍上帝，甲全体以色列人来办理宗教事务，所以因受分散，散居伫
全以色列各支族的中间。以色列各支族也着各拨一部分的城镇甲土地互利未人住。这段的记叙主要是咧讲各利未人甲宗族家族因散居伫以色列中的分布图。对历代志上悬第5章到第6章，互咱学习什么款的教示。头一项，你讲到着咱爱认捌家己甲咱的亲族。人生在世，什么人上界亲近？大概就是亲人甲朋友。亲人甲朋友可能也是有百款，有诶会互相相听互助，也有诶会互相相拼相害。雅各的12个囝，以色列的12支族族长，伫因的家庭生活故事，就是活活的例。12个囝分属4个老母生的。雅各娶2个某2个细姨，也互相吃醋，互相竞争。做事因的爱恨情仇，落尾也和解，成做一个上帝所祝福以色列的民族。诗篇135篇底阁有力地形容即个祭祀的民族。兄弟姊妹做伙徛起，偌尔啊好，偌尔啊欢喜。这通比平过去的油，添伫头壳顶，流到喙鬚，阿伦的喙鬚，搁流到伊的暗领。这嘛通比平黑云山的露水，流到锡安的山顶。伫遐，上帝有应允，要赐福赐永远的活命。历代志的家谱若记载各支族甲家族的谱系，互因知影家己的身世出身，也透过这个记录，互因彼此知影亲族的故事、人物甲互相生活分布的区域，增加互相的认捌，以及培养彼此的亲人感情。第二，伫遮讲到着地理分隔，毋过亲情不变。今日讲到历代志上悬第5章，路边迦得甲马西东岸的半支族，因拢住伫约旦河的东岸。约旦河甲以色列12支族分割做天然两块生活圈，这就可比罗水溪甲彰化甲云林隔做南北两地，也是即个咱台湾的中央山脉甲台湾分做即个华东地区甲西海岸地区。伫古早约书亚带领出埃及第2代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的时，路边甲迦得2个支派，因要求要留点约旦河东岸做因的产业地，这引起12支派第一次的大紧张，掠做因要分裂，总是落尾因达成合约。路边甲迦得的战士会陪其他以色列的族亲过约旦河，而且做先锋。等到战事结束，因才倒转来东岸的家园，甲因的某囝父老团圆。到伫战争结束，路边迦得半个马西的人因过约旦河的时，伫河边有起一座祭坛，
也引起西方的以色列人误会，掠做东方的人是要背叛上帝，佮破坏就是祖的名誉。经过解释有化解误会，彼此才透开心结。后来以色列分裂做南北国，约旦河东岸属伫北以色列国。到北以色列国互亚述消灭的前10年，约旦河东岸互亚述彻底侵占。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受掠去到伫外邦异乡流亡。做是透过历代志的家谱族谱记述得讲，以色列人无论是分属伫约旦河东西岸，也拢无论是属伫倒一个支族，拢是雅各的子孙，也是平平属以色列12支族即个民族的族亲。族亲的情义是永远袂改变。可能检采安尼讲，有人联想到伫台湾海峡两岸的情景是毋是两岸一家亲？毋过这是袂当类比，因为情景是差真远，而且也无要搁再论述。这段的经节其实是咧甲因讲，咱的亲人亲族检采分隔住伫真远的所在，有诶检采是移民去到伫外国。总是亲人情也着想办法保持甲延续落去。第三，伫遮咧讲，亲族是爱互相相疼，和睦徛起。历代志上卷第6章，佫讲利未支族，包括祭司甲利未人，因散居伫以色列各支族的境内，其中约旦河东西岸也各有3座导闪城。祭司甲利未人是负责带领引带以色列人民敬拜服侍上帝，甲安怎过宗教信仰的生活。以色列各支族也欢喜乐意，提拨因境内的土地，互祭司甲利未人徛起。同时，因也爱提拨收成的1/10做利未人生活的需要。这是真水阁真美好社会福利的设计甲安排，因为安尼，互全体以色列人会当有无相通互助相疼。上时阵也透过安尼咧讲着亲族互助相疼，和睦徛起。虽然这无容易，因为咱知有时阵检采亲族之间会互相袂合，也是互相伤害，也时有所闻。毋过，只要无比较，就无计较，有量就有福。雅各的囝约瑟虽然捌受众兄哥的欺负伤害，总是落尾伊毋但赦免因，阁照顾伫因甲规个家族，这就是疼的真谛。愿咱心胸开阔，学习主耶稣以好款待小弟小妹，也听伫这疼的信仰实践的中间，咱无袂记得认捌家己甲亲族，甲学习怎样甲咱远近的亲族和睦徛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要迎接阮即个农历的中秋节，互阮也知影伫过节中间要紧的是家庭的团圆，以及
甲亲情朋友好诶互动诶关系。阮也伫今仔日透过伫历代志上卷第5章到第6章，也看到以色列人因虽然有分12支族，无共款诶支族，之间也互相纪念，互相怎样学习过着彼此相听，和睦徛起诶即个实践诶功课。求你也看顾帮赞，互阮透过认捌家己，甲认捌亲族，会当有搁较深诶团结互助，互阮伫即个短暂人生诶中间，会当透过听主听人诶实践，来成做一个美好诶见证，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为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就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